樓市風雲變，同我睇真啲。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中山樓神道好盤即刻報個 channel，我係主持人 Jason 啦。咁你今期咧同大家做翻一個樓盤嘅分享啦。咁我相信咧部分街坊喺近排網上都睇到比較多一個廣告，就係23萬8嘅價錢，中山城區接一套單位。咁入邊究竟有啲咩景觀或者花絮呢？我哋今期一齊去睇睇先。咁23萬8呢個價錢是否係真實嘅？咁佢其實係真實嘅。咁呢個樓盤個項目咧就叫做港項匯啦。咁我相信比較少街坊咧有聽聞過呢一個項目嘅，所以我同大家介紹翻呢個項目嘅一啲基本嘢先。咁首先咧，佢係坐落於我哋中山火炬開發區呢邊嘅。咁佢係港項集團打造翻一個公寓類型嘅產品，同樣都有翻一啲商業別墅嘅。咁佢總共咧係有2棟係屬於公寓嘅。咁第一棟咧就係5棟，5棟咧就係我哋嘅一啲平層公寓啦，層高咧就3.5米嘅。咁第二咧就係6棟啦，6棟咧就係複式嘅，佢係層高咧就4.5米嘅，係啦。咁其他11棟商業別墅咧，佢唔對外出售嘅，開發商係攞翻嚟後期自己可以用嘅。咁大家其實如何去看待翻公寓呢個產品咧？咁啊睇翻自己一啲個人見解嘅啫。咁其實公寓一直以嚟咧都有比較多啲爭議點啦。首先就係用水用電上面嘅費用咧會比住宅高啊，同埋咧佢一個居住嘅舒適度咧對於住宅嚟講咧係冇咁高嘅，係啊，確實的而且確以上兩個問題都存在嘅。咁好在咧，呢個港項匯咧比於同類型嘅產品，即係公寓同公寓嚟講咧，呢一個港項匯確實係有一啲優勢咧，可以同大家講講嘅。咁首先第一點咧，佢就係一個民水民電嚟嘅，佢就唔需要雙水雙電，所以用水用電咧同住宅一模一樣嘅。咁其次咧，第二點就係住起身個舒適度嚟講，同住宅嚟比咧，佢係輸緊噶啦。咁同於其他啲公寓產品嚟講咧，佢就未必輸到咁貼地嘅。咁首先第一點有咩咧？佢有自己一啲私人花園啦。咁有啲住宅咧，其實就係一啲商場樓上嘅，冇自己一啲獨特嘅小區花園啦。咁第二就係路邊兩等直接等喺度嘅，所以私密性啊同埋舒適度啊都係比較差啲啦。咁佢有翻自己嘅一個小區花園咯。所以相對應嚟講，私密性同埋舒適度咧，會比其他啲公寓產品會高嘅。咁其次就係目前嚟講嘅話，佢係只有2棟嘅啫，總戶數580幾戶，所以佢一個密度咧係相對比較低嘅，容積率咧只有1。係啦，咁其他啲公寓產品咧，喐唔喐就10樓、20樓、30樓一層20戶。哇！咁你計翻落嚟，你呢一個密度高得相當離譜喎，所以先會話點解有時候公寓嘅住起身嘅舒適度咧冇住宅咁好，住宅一層4個單位啫喎，頂籠咪6個單位係嘛？咁你呢個10幾20戶對比起身，肯定人流會雜噶啦，就係話聲搶 lift 都未必搶到個人啊，係嘛？你翻屋企 lift 都要等好耐啊，呢個就係一個公寓嘅一個弊端啦。咁好在咧，呢個港項匯咧，佢就低密度啲嘅，層高咧總共先11層高啫。咁其實好多人上嚟呢邊啦，去買樓，其實無非都係解決幾個問題嘅，咁就係解決一啲居住需求啊，喺香港用房需求比較，即係喺香港用房需求增加咗嘅情況下咧，又唔想喺香港擺咁大筆錢喺香港買多一層啦，咁可以考慮翻喺大陸呢邊再去買一層嘅，相應嚟講性價比高好多啊嘛。咁第二點啦，就係一個我退休翻上嚟呢邊去居住，想去享受生活嘅，所以都會考慮喺內地呢邊去買翻一層樓嘅。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度假翻上嚟呢邊去玩啊，又想有翻個自己嘅落腳點啊，但係又唔想擺咁大筆錢喺度啊。咁呢第三點咧就係你上嚟退休或者係作為一個落腳點嘅話，其實都可以考慮翻呢個項目嘅，因為畢竟佢個價錢擺喺呢度十分之吸引啊，性價比好高啊。23萬8一個平層，有陽台，有明火，係嘛？有廁所，乾濕分離。其實相應嚟講，雖然細咗啲，但係佢入邊嘅所有嘢咧都有嘅，係都俱全嘅。你話作為一個落腳點啊，其實都唔錯嘅，可以值得考慮。畢竟佢嘅價錢只不過係住宅嘅零頭。喺中山嘅城區嚟講嘅話，你想買翻一套住宅嚟講，你價你都有100萬啦，或者123萬啦。咁呢度講緊係20零萬啫喎。咁你想要性價比，想要唔俾大即係唔想唔放咁大嚿錢喺度嘅情況下咧，就要有翻一個取捨啦，係啦。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個個人觀點嚟嘅，見仁見智嘅。咁仲有一點就係咧，好多人覺得話，公寓咁我買翻嚟作為投資性質啱唔啱啊？好唔好啊？其實我唔推薦嘅。點解咧？首先你投資，你無非就係你轉手賣嗰時賺咗一大嚿錢，賺咗幾皮或者10幾皮。咁但係二手住宅嚟講，目前嘅市場行情，我建議你係唔好諗啦。咁其次就係咩啊？收租啦。咁你每月收租咧，呢度雖然係有一個反租嘅情況。
咁就係1500嘅一個反租期啦。咁你維翻落嚟1年就係18000，1年18000，跟住15年就27萬，你就可以回本啦。因為你中間仲要計少少就係一啲翻新樓方面啦，所以你買呢套單位15年先回本，即係15年之後你先係你賺嘅。或者你話15年之後我呢層樓我用10萬嘅價錢賣出去，你可以賺5萬，但係15年你先賺5萬，你值唔值啊？條數你要自己計啦。係啦，我就同你講，反正有保底租金俾到你嘅，雖然佢有遞增啦，但係10年、15年以後嘅事情我決定唔到，你都決定唔到噶嘛，所以有一定嘅風險喺度嘅。投資有風險，入市需謹慎啦，所以就一定要去諗清楚呢個問題，究竟啱唔啱你投資，適唔適合你投資啊？雖然你計翻落嚟年回報去到6厘啦，但係要考慮翻以後一啲風險係比較大嘅，畢竟佢租賃嘅，係啦，佢係反租情況嘅，個酒店生意唔好，或者呢個片區有啲咩其他嘅改動，所以你嘅一個收益唔係好穩定嘅，係啦，所以我唔推薦翻呢一個點喺度啦。雖然計翻起身條數係有得諗，但係你就要三思清楚咯。咁再講翻其他啦，就係呢個項目周圍嗰個環境咧，都係十分之有生活氣息噶啦。你再講翻，哪怕你地鐵嚟講，你都係10零分鐘可以去到火炬嗰邊嘅地鐵啦。同埋周邊嘅一個所有配套嚟講咧，都係比較豐富嘅，包括有1+1啦，同埋我哋嘅中銘嘅一個生態城啦，同埋我哋嘅一個街市咧，都有一啲配套俾到你相應享受翻嘅。因為成個片區嚟講係比較成熟啲嘅，所以基本上日常你所需要嘅都可以滿足到嘅。咁如果你再去遠啲，其實你去翻市區呢邊，即係比如話石岐東區等等方面，可能你真係講緊揸車10零分鐘到嘅啫。所以你住喺呢度咧，相應嚟講係會比較舒服嘅。咁以上咧就係我一啲個人嘅觀點同埋我嘅看法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去睇翻嗰個時限單位，佢究竟咩樣先，佢嘅交樓標準又係點啊 ？Let's go！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上到咗40平方嘅一個複式啦，入翻嚟先。咁其實佢同一個常規啲嘅複式嘅公寓單位咧，其實差唔多嘅。入到嚟咧就係一條嘅一個操作間啦，簡單住啲嘢咯。咁右手邊就係我哋嘅一個洗手間位啦，馬桶、洗手池、乾濕分離。相對嚟講咧，洗手間位咧唔算話好逼貼啦。咁入到嚟可以見到嗱，成個1樓咧就係作為我哋一個活動嘅區位啦。咁呢度咧係有一個梳化位嘅，同埋一個茶几位。呢度你可以擺翻個電視啦，但係佢個餐台位咧就放喺呢度嘅。相對嚟講，可能只可以最高容納到3個人咯。如果你拉出嚟啲咧，第4個唔知坐邊，可能要坐到樓梯呢度，係啦。咁其次呢一度咧就係我哋陽台啦。咁其實呢個陽台咧仲會更加之大啲，可以睇到呢個陽台咧可以同一啲住宅嘅陽台咧係可以媲美得到噶啦，係啊，相對嚟講非常之闊落噶啦，而且佢可以做翻個吧台喺呢度，你喺呢度食嘢都得喎。不過咧就可能秋天嗰時涼爽啲，可以喺度。好似依家咁天氣算啦，都係比較熱啲嘅，係啦。咁2樓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休息區啦。咁佢呢度咧其實仲有啲儲物空間個位嘅，到其時你個冰箱咧可以買部細細地嘅攝喺呢入邊，係啦，相對嚟講空間利用好啲。咁我哋上翻嚟，佢係一個 Y 字形嘅一個樓梯啦。咁佢兩邊係2間房嘅，睇翻呢邊先。咁呢一間房咧，佢係冇做到過呢個窗啊，即係話佢同佢封起身，佢算做開放式嘅，係啦。你又擺翻張1.56米嘅床咯，放喺呢度，咁其實空間都 OK 嘅。佢呢度咧就全部做咗櫃嘅，係啦，同埋咧呢度就係一個書台位咯。其實呢種咁嘅膠標咧都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你空間咧都利用到比較好，而且其實你話佢層高唔算特別高咧，又唔會。你話佢特別高咧，其實又都唔算話好高，只可以話係一個比較合適啲喎。咁如果你係1.8米、2米嘅咧，咁啊肯定頂頭噶啦，係啦。咁我哋講翻另一邊先。咁呢邊嘅話就係封閉式嘅，係啦，佢係封咗起身嘅。相對嚟講個位都 OK 喎，因為呢張床咧都係去到1.5米床噶啦。跟住佢啲櫃咧係做咗喺個床頭呢邊嘅，係啦。跟住佢呢個空間咧就同你空咗出嚟，你又擺翻個書台，你可以做一個平時工作下或者係食下嘢放喺度 OK 嘅，係啦。咁呢一扇窗咧，佢就落地玻璃會顯得
嗰個光啊打埋入嚟會覺得會光猛好多嘅，係啦。呢個咧其實就40平方嘅交樓標準嚟嘅。你話佢有咩特別啲嘅亮點咧？其實佢又冇，係啦。咁你話佢有冇啲空間係唔夠嘅咧？咁其實你睇翻上去咧，其實又 OK 下喎，唔算話特別 cheap，咁先，但係又唔算話特別有亮點。咁但係又勝在佢嘅價錢咧，可以匹配得到佢呢一個格局同埋呢一個裝修啦，係啦。咁其實對面咧仲有一個交樓標準嘅，我哋過嚟睇下先。嗱，可以睇到其實差唔多嘅格局係一樣嘅，但係交樓嘅標準唔同啫。佢呢個咧就作為一個工作室類型嘅，係啦，成個一樓咧就做咗一個都係休息區位啦。二樓咧佢做咗工作室類型，我哋上嚟睇下。近排唔係呢邊大陸呢邊會比較 hit 啲嘅，就係嗰個電商啊嘛。咁呢度就做咗一個直播間，嗱就搭咗喺呢度直播間嚟嘅，坐喺呢度嗱啲手機喺度講，喂買錶買錶靚錶咁係去賣嘅，係咁呢個作為直播間。好，直播到落播啦，係收工點算啊？休息咗攰咗啦，過翻嚟可以瞓覺啦。係啦，你可以睇到其實呢一邊咧。佢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，係啦，相對嚟講一排個空間過去會闊落好多喎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唔係 Y 字形嘅，係啦，佢呢個過渡位咧佢利用咗，跟住咧2樓其實有個洗手間嘅，係就喺呢度。其實2樓有洗手間嘅好處就係咩咧？你半夜嗰時或者係想瞓覺嗰時，你唔使再騰翻落去再上廁所，2樓都可以俾你解決得到。咁1樓咧都有嘅，入門口嗰個咁可以攞嚟沖涼啦。係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另一個複式嘅交樓標準咧，都大家嚟睇咗下啦。